大家好，我係 POPTEALINK 嘅 Cruz， 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個中半山嘅三房特色單位，堅尼地道33號。單位採用複式設計，實用面積有1562尺，外加兩個合共218尺嘅私人平台。客廳設計通透明淨，直通大型露台。露台外望係青葱開揚嘅寶雲山景觀，喺屋企都可以盡享綠意安然嘅大自然氣息。客飯廳佈局分明，獨立用餐區實用闊落，足夠擺放8人餐桌，招呼多幾位親朋好友聚會都冇問題。廚房除咗有充足嘅儲物空間，仲有寬闊嘅備餐區。採用複式設計嘅單位，將3房1套嘅寢區同客廳垂直分隔，劃分生活區同休息區，令你同家人享受到互不干擾嘅寧靜同埋高度嘅私密性。主人套房設計尊貴舒適，內設可以眺望山景嘅開陽套設衣帽間。更重要係主人房獨自享有一個專屬嘅私人平台。呢個特色單位距離灣仔核心區都只係幾分鐘步程，屬於小學12校網，而中學校網屬於灣仔區，名校林立，地段絕對優越非凡。如果你有興趣親身參觀呢個複式單位，歡迎隨時聯絡我，我係 POPTEALINK 嘅 Cruz。